这个出窗到底缺什么？以及有什么东西需要做你刚刚提到说介绍客户、介绍投资人，怎么样去让他们有导师，这些东西我们都一直在做。要做到世界等级呢，必须要更国际化，量更多。香港有自己的创业文化，而香港初创公司同样具有香港特色。多数香港初创公司创始人在创业时已经积累了一定程度的行业经验，同时依托香港独特的区位优勢和人才優勢，即使再精簡的團隊，也能匯聚全球人才。其實我哋呢一個構成係比較特別嘅，我哋公司除咗有內地嘅同學啦，亦都有香港本身啱啱畢業嘅同學啦，咁亦都會有其實東南亞嘅人啦，可以喺唔同嘅地方都好容易揾到。咁香港政府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 visa 嘅幫助，咁亦都好容易請到東南亞或者南亞嘅一啲同學仔啦。咁第二咁對於其實就算內地嘅公司出海，其實都會用香港作為一個跳板。當然香港最大嘅市場除咗喺香港之外，其實就係亞洲同埋亦都內地都係我哋好大嘅一個市場。